馨香之气满芬发，恩典满满在悠昌，幸福小组遍开花，灵魂得救日增加。上帝行神迹奇事，在悠昌教会70忧从高飞，赏你快乐。祝佑昌教会生日快乐，耶！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祝佑昌教会70周年生日快乐，耶！我伫佑昌教会，我拢伫佑昌教会大汉的，祝福阮所听的教会70周年生日快乐！感谢主，在这个感恩的时间里面，让我们齐声来祝福佑昌长老教会70周年生日快乐！佑昌教会70周年了，1、2、3，佑昌。佑昌教会70周年生日快乐！祝佑昌教会70周年生日快乐！希望教会能够成为佑昌更多人的祝福。各位弟兄姐妹、同工、牧长，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带领我所爱的母会佑昌教会，在今年进入了社教70周年的美好日子当中，很有荣幸。我在10年前，凭着上帝的带领，也进入这美好的大家庭里面，一同的来与大家来服侍，见证上帝的大能。在这美好的70周年的日子当中，也愿上帝继续的带领我们众同工，在佑昌教会的服侍，一起见证上帝的大能。也愿上帝帮助佑昌教会继续往对的方向来成长，来做见证。相信各位一定可以的，加油！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这是咱要来开始第一场的聚会。请咱把咱的手机甲转做震动还是关机，互咱会当专心来敬拜上帝。请奏乐。恁着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耶和华唱歌，着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在。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懊恼；伊伫正神明的顶面，应该受敬畏。这是咱的人生诗222首，上帝做阮代代帮赞，请起立吟全首。上帝做阮代代帮赞，也做将来恩望。我愿相灭大雁红台，点亮
数度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四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勒多林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病。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时，请咱三甲来交托启应文。今仔日的启应文伫45篇1081页。启应文45篇1081页。启应文45篇1081页。至圣者问：恁有甚物人亲像我？有甚物人通甲我比？恁举目看天，甚物人创造这个星？这声是上主。伊调集万军，算因的少业。伊一个一个点因的名。因为伊有大气力，有大权能。无一个无来。雅各啊，你是安怎怨叹讲？上主无看到我的困境。以色列啊，你是安怎怨叹讲？上帝无关心我的诉愿。你敢毋知上主是永远的上帝？你敢毋捌听见伊是全地的创造主？伊袂野也袂先。伊的智慧无法度了解。野先的人，伊互因有元气。冷静的人，伊甲因加天气力。少年人拢会野先，勇壮的人嘛会跌倒。这声，不过我靠上主的人会定心得到气力。因会像鹰鸟体质飞悬，因行袂野，走袂先。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是啦，主，你是创造万天万面的主，主啊，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主啊，一切拢是对你来。主啊，阮袂当怨叹讲，主啊，你无照顾阮，因为阮是恁所选的正经儿，阮是何等有福气的人，会当成做你所选的正经儿。主啊，求你赏赐阮，互阮一个倚靠的心，毋管阮是伫青年，还是壮年，还是年岁较济，互阮会当倚靠你。互阮常常用祈祷来到你的面前，为阮所徛起的所在，为阮所关心的事，拢来献上祈祷。因为阮知，阮将一切交托伫主你的圣手，你的确保守，你的确带领。求你赦免阮有意甲无意所犯的罪，阮常常用家己的方法，无来找求你的方法。求你赦免，主啊，求你帮助阮，求圣神来感动阮，来带领阮。互阮常常伫你面前来摆咧祈祷，来举起祈祷的手，主啊，为着阮的国家、阮的城市、阮的教会、甲阮的亲人，拢来献上祈祷。阮将今仔日早天的聚会对头甲落尾交托伫主你的圣手，嘛叫你恩膏伫牧师的身上，互伊所讲的会当成做阮的气力。寻求上帝你的圣神，主啊，即时运行充满感动伫阮的当中，互阮的心会当来倚近你。互阮的心会当更加来亲近你，互阮会当知你所要阮所行的道路。感谢你，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时我来报告。本主日是总会所定双年的事工奉献主日，敬请兄弟踊跃奉献加代祷。第二点，本会设立清风敬拜中心，伫土库路276号。伫礼拜的下晡3点，有一场的礼拜，每礼拜拢有。敬请兄弟关心甲代祷，愿得救的人数天天会当增加。第三点，本会为70周年的祠堂要宣告的事工，预备这个批大甲皮夹，
一个是500块，欢迎兄弟到1楼的广场遐伫遐购买。第4点，若有报名10月15拜六，教会70周年感恩礼拜甲感恩参会兄弟姊妹，同工早起10点要前往即个林向宫3楼的乐林喜宴厅，请准时来参加。你若要坐捷运，爱伫喇叭底站落车4号的出口。若需要即个路线图，会当办公室遐索取。即个倒位的名单，公告伫1楼的广场。若有问题，请洽陈培训干事。若有登记要坐车的长辈，同工早起9点，就爱伫教会集合出发。具体消息方面，第一小点，成仁牧区甲赞美草18周年庆，定伫10月23礼拜下晡的2点半到5点，举办都会公园半日游，欢迎对赞美草甲半日游有兴趣的兄弟姊妹，伫本主日进前，各组的小组长也是杨丽萍团长踊跃报名参加。第二小点，伫社青牧区的消息。要伫12月10号拜六的上午10点到下晡的4点，举办财务蒙福的读书会，费用是自由奉献，但是人数有限制40人，社青25人已经报名满，阁有15个名额，报名满就截止报名。伊讲师是郑朴仁，饮食牧师伊是迄个电子行动。科技共同的创办人，伫中山大学嘛有做即个创业课程的讲师，欢迎兄弟语文书干事来报名。告解消息，咱请牧师。好，迄个高雄中会常年部伫10月22上午9点，伫林芳宫饭店有举办中庸敬老的感恩礼拜，那90位以上的寿星是免费80到89是200块，80岁以下一人爱600块但是呢，咱教会生活队员有补助300块请咱80岁以上上年会当踊跃参加，因为有颁发敬老金500块咱若报名缺席就无补发迄天就爱有在场欢迎咱的上年兄弟。伫本主日进前可灵美长老来报名第二，延平教会为着今次设教100周年，有举办99周年的篮球的暖身赛10月30日下晡2点，伫福成高中有3对3的即个比赛甲篮球技术的挑战赛若要参加的队伍一队300块一队爱有5个人咱真欢迎咱教会少年人会当来报名迄个咱头拄仔有报告，咱即个拜六是咱70周年的感恩礼拜甲参会请咱的长辈有需要坐车的登记咱会当甲咱接送其实咱若坐迄个喇叭底的捷运到喇叭底落来，其实真近就是即个林芳宫饭店啦咱即帮伫礼拜中间有特别表扬咱教会出身的牧者咱有甲伊表扬会送伊礼金咱若已经结婚50周年的，咱会送纪念品表扬所以若是结婚夫妇两个拢伫结婚50周年欢迎会当去现场领取若无咱会遮甲送这个是这个金文的表扬这甲大家做一个说明好，以上。好，这是咱来恭守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节伫约书亚记14章，咱要对第6节看到12节。伫白话语258页，台语汉语本246页，和合本281页。约书亚记14章，咱要对第6节看到12节。约书亚记14章第6节。迄时犹大人伫吉甲见约书亚，有基尼色的族亚布尼的囝加勒甲伊讲：
早伫加底斯巴尼亚，耶和华对上帝罗伯摩西所讲，关系你我的代志的，你拢知。第7节，耶和华罗伯摩西对加底斯巴尼亚找我偷看即个地，迄时我拄啊40岁，我尽我的心回复伊，总是甲我去哩遐的兄弟，互百姓心失志，独独我专心对耶和华我的上帝。第9节，当日摩西就抓讲：你的骹所踏的地，定着要归你甲你的子孙永远作业，因为你专心跟对耶和华我的上帝。看耶和华照伊所讲的，互我活地已经45年，就是对以色列人行伫旷野。耶和华甲摩西讲这话时，看现今我85岁啦，我犹固勇行，亲像摩西找我去迄日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气力迄时怎样，现在我的气力也是安尼。求你用耶和华迄日所讲的山地互我，因为迄日你也有听见，伫遐有阿拉伯族的人，伊的城扩大坚固。若耶和华甲我伫地，我就要赶引出照耶和华所讲的。这是赞美，咱请妇女献歌队。
即是讲到咱要请陈牧师，伊的讲题是最属灵3个的勇士。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这个主日是咱总会所定上年曙光的主日。所谓上年，就是咱已经进入那伫台湾即卖标准就是65岁以上，65岁以上。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化的国家，当然，咱未来咱有真侪长辈伫咱的中间，咱要来迎接这个超高龄化的时代，要来面对超高龄化的时代。咱的岁数是哪来哪长？台湾的平均的岁数是拢咧提升，所以即马60岁以上的人称作叫做壮世代，就是一个臃肿的世代，臃肿的世代。初代原来叫做迄个银发族，原来族袂说讲即个头毛拢爬去是安怎呢？因为咱即马大部分拢60岁以上的拢有一个特质，就是叫做三高啦。三高毋是咱即个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高，毋是即个三高即个三高就是讲咱高收、高能力、高资产其实大家拢真长岁数。大家拢还佫真有气力，大家拢还佫有真有资本，这就是这个壮世代照统计，应该台湾有2/3的这个资源财富拢掌握伫因的手中。60岁以上的财富资源大部分拢伫因的手中，但大部分的人拢差不多较过去迄阵战后大家生活歹过所以拢较勤俭惯事有人讲这个资源这个财富，为人拢摕定迄个面床卡伫遐咧，藏伫面床卡共款但这个物件拢无啥咧用，拢甲冻结安尼结果其实对咱的台湾的经济有人是感觉。变做那死水共款袂好的循环，安尼是无足好咱大部分的人拢迄个真欠欠食欠用生活感觉都会得过就好大概到老来就是讲就是一日过一日无啥物款的梦想，无啥物款的目标有时会变做咱的生活，咱日子过得嘛无足精彩若假使讲咱的身躯佫无佫介好势即个厝内人对咱也忽略社会对咱也歧视有时咱会想呾郁准为人就一日敢走病院一日敢倒伫面床一天住伫厝的但是咱安尼的结果嘛影响到少年人，少年人因为即款叫做那甲死水共款无咧流所以伊的工作机会少，创业机会也较少足侪少年人无代志做即摆社会一个名词叫做躺平族都无代志做躺平族因好像有一个机会，就是咧等待讲。看，咱的许多人留来遗产无这就清惨嘛这就清惨嘛。不过伫咱的社会，好像有即款的代志我们逐所在拢咧发生啦伫即个上年主日牧师特别引用即个约书亚记读到即个加勒的故事，其实当然就是要鼓励咱咱会当像加勒到85岁时也阁会当诚做勇士，也阁会当征战。伊讲我迄个迄阵甲摩西咧征战的是40岁，即摆已经过45当，即摆85岁
啊，毋过迄阵会开得安怎，即满嘛是安怎的，吼，不论是要精进要出入吼，伊动拢还佫会。哦，咱才足欣赏即个家力啦，吼，还是欣赏即个像即个模式吼。讲伊到120岁时吼，目睭无火，精力无衰退，吼，咱若可能讲，咱这目睭看了都后壁去看袂啥清楚啊，应该120岁个目睭无火，精力无衰退，吼，咱非常欣赏，吼。所以牧师鼓励咱吼，爱来做即个属灵吼3个的即个勇士啦，吼。头一个牧师要甲咱分享的，就是咱爱做一个吼高水的老人，吼高水的老人。当然人也甲你老吼，你若看伊高水就高水，你若无高水就是无高水啦，吼。这就是安尼啦，吼。人老的时阵有一寡代志是常常会发生啦，吼。上界普遍的一个迄个特色是啥？讲了就袂记，吼，讲了就袂记。有时要想袂起，看到你，要叫你的名，毋过吼，即马即个人讲即个肠管的病症哦，即个咱有确诊了吼，有一种病讲叫做脑雾啊，我的天，那脑说不啥啥吼，哦，像即个代志，这人想袂出来，讲袂出来。足久甲想会出来，讲脑雾吼，甚至嘛有即个糖乱吼，好像牧师我哪有血糖，奇怪，6月确诊了，像那会即个糖化血色素飙啊悬，医生嘛感觉奇怪，我就无法度，到尾了过去中间吼，去迄个新陈代谢去去看，过去检查，伊讲。无啊，你无遐悬啊，已经恢复落来，1-2个月了已经正常啊，进前是足无正常的，所以这个咱这个确诊，一段期间会带来一寡后遗症，你若看迄个《天下》杂志就咧报道，会脑雾，你的糖分会红，说血糖煞乱去，较严重，其实迄是短时间的现象。短时间的现象，咱当然啦，佫严重了。即马台湾吼，即个失智症的人口吼，愈来愈济。台湾即马超过30万的人失智症，所以失智症的协会吼，咱高雄有一个牧师做理事长吼，因为伊的妈妈就是失智症，免来甲伊相处，免来了解，免来帮助伊。所以用足侪精神我看记咧电台人咧甲访问足侪人拢毋知影的代志伊拢知影，因为伊面对着你面对着你就知有一个迄个伫迄个美容院内底有2位70-80岁老姊妹因拢无相捌咧洗头毛，一个正边，一个倒边2个虽然无相捌当然伊嘛是互相拢会问一下，讲姊妹你今年几岁啊？对方就甲讲我今年85岁，你甲我变侪岁，安尼即个对话是足普通嘛即摆停个，佫3分钟了伊佫问讲姊妹你今年几岁？我今年85岁。你甲我变侪岁，安尼2遍是足正常的，可能迄个你甲洗头毛人，你也无感觉奇怪吼。毋过等下3分钟了，佫问一届，姊妹你今年几岁？我今年85岁。你甲我变侪岁。迄边的人大家都开始要笑讲我这2个人已经老人痴呆症了。这伫咱的社会界这，其实咱也毋通笑啦有人咧譬如讲其实老母都毋是老人痴呆症，但老母
这囡仔明仔载要考试吼，啊，这暗时啊，搁伫遐拍电动吼，迄老母的心情安怎？较紧去读册啦，吼！啊，这囡仔都皮皮啊，伫遐搁咧拍，搁过一阵了，啊，毋紧去读册，吼！啊，说中国地讲哦，啊，就地讲啊，囡仔去读册才会定嘛，这嘛是会地中福咧。啊，你阿嬷你若看到孙吼，迄个咧。食物件吼，啊，伫遐坐吼，咱算也要食，咱毋食的吼。孙的啊，乖孙啊，紧食啦，菜拢冷去啊啦。即摆伊嘛是搁毋食，吼，你后你个，乖孙啊，紧食啦，佮菜拢冷去啊，你毋紧食，啊，你无食袂大汉。啊，这个，电话地讲吼，讲诶有够世界吼。啊，其实也毋是讲伊老人痴呆症啊，伊知影啦吼。这就是咱人拢有迄个中福啊，但是若到毋知你家己是中福的时阵，安尼就是无共吼。有一个迄个，即个讲笑话吼，谐星即个卓别林足有名吼，法国卓别林吼。啊，伊逐摆吼，伊咧讲吼，逐个就笑甲吼。啊，讲了逐个好，就足是伊吼，真够互人笑。啊，结果有一届，伊就专工搁定讲一届，笑话讲第二届吼，啊，就较无人笑啊。我就知啊，我就无遐笑，几个人笑尔。结果伊搁第三届搁中福，搁讲即个笑话吼，哇，啊，拢也无人笑，点。但是搁刷落去吼，伊就讲一个真有智慧的话啦。伊讲吼，假使吼，我讲一届笑话，恁笑甲。第二遍恁就较少人笑，第三遍恁就拢无咧笑。现在恁讲一件伤心的代志吼，安尼一届伤心，两届伤心吼，应该永远伤心袂了。现在恁一届生气吼，搁一届生气，啊，永远生气袂了。哦，啊，伊安尼讲，大家就知影讲啊，伊真有智慧咧，甲恁讲吼，随上咱。人就是安尼啦，有时讲搁讲啦吼，有时艰苦搁艰苦啦吼，有时吼生气搁生气啊吼。总共咱对咱的长辈吼，伊到一个年纪了吼，因为伊过去就是安尼关心这样代志，可能讲搁讲，啊讲了搁袂记，啊袂记了搁讲，吼，咱也毋免感觉不耐烦啦，咱会感觉讲伊吼。即摆已经老啊，吼！即摆流口水啊，即摆就是变做安尼啊，吼！所以你无需要讲为着安尼哦，我起生气，安尼得生气，安尼生气是要创啥？吼！就是咱爱知影讲啊，伊就是有年纪啊，咱应该感觉讲啊，伊即摆就那囡仔足古水安尼，吼！做一个古水的老人，但是咱嘛爱看咱的老人吼是古水啊，吼是古水，吼。第二项吼。咱爱做一个可敬的老人，可敬的老人。伫箴言20章29节讲，勇壮是少年人的荣耀，但是白头毛是老大人的荣光。勇壮是少年人的荣耀，但是白头毛是老大人的荣光啊！吼，那这个新译本甲翻译啥呢？讲少年人的活力，是影值得钦佩。你看少年人哦，体力足好的，吼。还是拢袂先共我囡仔吼，算袂先。但是迄个咱的老大人吼，会白头毛吼，值得咱尊敬，值得咱尊敬。这个所在箴言咧，甲咱讲的是老大人值得咱尊敬，意思是讲无功劳嘛有苦劳啦，无功劳嘛有苦劳。要做一世大人，伊甲这个囡仔为安尼出世吼，立甲大汉吼，要生真艰苦，毋过饲是搁较困难。吼，迄是足长时间的付出吼，所以当咱老大人爱欣赏少年人真有活力吼，迄是少年人，但是咱的较少年人，咱就爱对咱的长辈吼爱敬佩吼，尊敬因较早嘛是甲咱共款足活力，因付出足多，啊，即摆已经吼老啊，吼已经老啊。
这个日本有一个作家叫做真野玲子伊80几岁时有出版一个迄个册叫做《成年的灾情》成年的灾情，这咱天下杂志出版的意思是讲咱免爱到伫这个年纪这时阵，咱会当真乐观过了真欢喜这内底伊有甲咱讲6项对咱家己做起6项咱家己做起这6项就是咱即马进入上年，是咱未来要进入上年，其实咱应该拢爱学习的啦，应该学习的。用头一个就是工作，人出世就是要工作，人出世就是要为了工作，人出世嘛是要为了佚佗，拢是啦，人有休困，有佚佗，有工作，这就是人的一生的真正常的这个活动，所以人应该要工作。这个退休是暂时讲为了我伫我的职务，还是伫我的职场，伫我这个特别的工作中间退落来，但无表示讲我应该退休啦。所以这个真理玲子检查伊甲伊先生经济嘛会当来请迄个外佣来甲伊照顾来甲伊做家事，会当甲买菜，会当煮饭，会当洗衫，会当甲伊留涂骹、种花，啥物拢会使伊嘛会当叫人来但是讲袂使。这物件我毋做我就无代志做，所以伊退休了，因就无咧讲故意就爱去叫人来做，讲袂说家己做个歹命，但是你无做你会退化，所以家己去买菜，家己迄个煮饭，家己洗衫，家己留涂骹，家己种花，会做就是家己做，这就是叫做非运动式的活动治疗法。要治疗咱老人的症头就是爱家己做代志。咱若家己做代志安尼咱就会勇健，咱就会长岁寿。伫日本这个冲绳岛有一个长寿村这种的人无迄咱即马讲65岁退休的概念无，因就是一生就是在工作，做到转去，做到转去嘛是福气咧，就是毋捌破面着，伊都拢有咧做。还佫会做，还佫会叮当，这就是爱学习的我的妈妈到87岁因为爸爸伫的还佫咧煮食，因为爸爸敢若伊煮的食咧会合，别人煮的袂关系，就是爱伊煮，87岁还佫咧煮，结果87岁，阮爸爸过身的时候，阮迄阿姐讲袂使啦，你87岁还佫咧，结果无做了，退化就较紧。人就感觉豆豆咧退化，伊有咧做，伊就还佫有迄个活力第二就是爱独立，独立就是毋能敢动，但是拢要靠人，要依赖人迄坐公车拢毋茫人让位当然是应该啦，不过毋免期待啦。有时训练骑嘛是训练骑力咱的骑的。这个开力啦当然身躯无爽快就会输啦咱会当做，咱就做，毋免一定爱去麻烦别人。独立这嘛是咱虽然到上面尽力爱学习。第三个讲叫做通达，通达其实英文叫做 flexible， 就是讲你要较有弹性的你迄个通情达理无钱就毋免讲当作有钱这安尼打肿脸充充胖子这袂使啦这袂使，这你免咱做那假使伊甚至伊讲，就是讲无钱你嘛有迄死无终身之地觉悟啦你着有迄觉悟啦，安尼你着袂着伫迄个代志顶面定去卡条的通情达理第四个要有信用所以伊
定定咧读圣经，到老来嘛，搁读圣经。因为上帝话吼，就是互咱一支吼看代志较正确眼光的目镜吼。若无咱拢若毋是近视，就是远视，无就是吼看袂清楚啊。这目镜挂了就 OK 啦。圣经就是咱属灵的眼光的目镜，看人看代志，才看会对。安尼你就知影讲，这个圣经哦，上帝的真理对咱真要紧，甲咱人生看会清楚。第五，有时咱爱家己独处，就是讲毋通家一个人的时就感觉好，足孤单，足可怜颠倒无定，咱会当发现咱家己，咱家己会当做啥？家己嘛会当对话，家己嘛会当。所以这个时间就爱操练啦，操练。无拄咱夫妇两个拢同时转去，若会当安尼就足好，但是都无啥可能。争吵无嘛，规个月无嘛是规冬，甚至几十冬嘛有啊。即马都一个人尔，一个人你着爱习惯一个人家己家己大迄个感觉第五就是讲，咱爱面对现实无论是老化、孤独、破病、死亡，这咱人生的过程，我拢闪避的，咱爱面对。所以咱有时着爱家己事先爱有足侪安排，免讲着死，袂说咱台湾拢讲，你惊死嘛会死，你毋讲死嘛会死，这个死都无，就是身上会面对的，你就是去面对，甚至你爱安排，你爱安排好势，你毋通，你看偌济足侪人伊过身了未死无代志，死了过家庭总起风波啦，兄弟起冤家啦，为了分财产。为了啥物件弄到过面貌貌，迄就是你留来知的是你留这个知的，你就是无愿意面对死你无真正甲代志弄清楚你弄清楚，你就免互咱的后代伫出这个困难嘛。你敢毋敢讲？毋敢讲嘛是会面对会拄着是别人替你担，别人受害尔。兄弟姊妹，这就是咱确实爱学习的。我迄个伫咱教会界中间有两人介特殊有一个李景行牧师，一个破主的吴耀明长老。足少像人伊讲伊活的时阵，伊就举行个别礼拜因为伊知影要转去所以伊举行个别礼拜伊要这样来，好，大家伊的好朋友同来，伊一个甲人相识。我知影讲我个人因拢个别，伊家申请的个别礼拜了差不多无偌久就转去转去就毋免阁办啦小小的就是摕去安装因为安都办了伊活的时已经甲逐人伊感觉伊圆满伊人生就是到这结束伊清楚知影到这结束。这毋是讲咱逐个着爱安尼做啦，但是伊这叫做鍛炼啦会当面对，鍛炼面对。第三，咱应该做一个快乐的老人，快乐老人。这个苏联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做巴夫洛夫这个心理学家伊讲快乐就是咱养生意义的秘诀。你要互你的身躯较勇无？互你的生活过得较有价值无？较有意义无？你得有快乐。快乐甲咱的健康连做伙你若逐工无快乐你身躯要用起来真恶。但是你逐工足快乐你的身躯要歹完了真困难。你的身躯要歹完了真困难。所以伊提起几样代志，互咱会活得较快乐。咱若已经50岁起了，像牧师就是上万了解迄食饭拢伤紧你若50起，你着食物件一喙一喙食，代志就是一点一点仔做，毋免咱一届要甲拼甲毋免安尼迄少年人为着要，像讲我捌去美国为着读册，讲要写论文两工两暝拢无困，迄实在有影，迄硬动的两工两暝拢无困，因为都爱交作业袂使无交。但是咱即马就袂使安尼即马就是动得较慢的第二就是讲，咱即马50以上
开始就袂使迄个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当拢要哦，有时精神上的比物质上的佫较要紧啊。你爱追求的是精神上的，毋是物质上的。这对你来讲无遐重要，对你也无啥物利益啊。吼。第三，就是咱到50以上哦，咱对人还是对代志吼，这个爱心较快，心爱较快吼。这个会当好就好吼，会当润就润吼，会当安尼甲看较开就看开吼，会当原谅就原谅，毋通当代志吼结规矩就无法度，你一定袂快乐的，你袂快乐，你的身躯一定袂好啦，困难啦，吼，你都看袂开放袂落逐工都伫遮吼安尼艰苦啊。过来就是50了，你爱甲较会斗阵的朋友吼，做伙较乐观的，吼，一日若甲你吐口水的吼，你吐伊也吐吼，恁两个拄啊苦死啊！你了解无？苦袂了，吼，苦袂了。来吐口水的人吼，我若建议啦，大概较少见面较好啦，因为定定吐口水吼，我若别恁吼，我若缀伊吐口水吼。恁两个愈吐愈济啦，吼！咱教会咧办小组，坦白讲，小组的聚会无毋茫吐口水，吐口水是害别人。你有代志，你需要甲小组长讲吼，我是要拄着即个代志我讲互你听，你为我祈祷，你甲我关心。私底下公开吐口水的人吼，有智慧无？无智慧。有帮助人无？无，有帮助家己无？无，你甲我吐口水，你哭我嘛哭都慢慢安怎尔？吐口水毋免讲抒发，毋是讲毋免啦。咱有好朋友，咱有咱会当信任的人，小组咱甲讲袂要紧，伊知影讲你真正是要吐口水互我听，我关心你，我为你祈祷，吼。但是一般的人伫遐逐个拢咧讲负面的，伊也歹。无智慧结果害别人，佫无祝福家己啊！所以咱的小组，咱过去咧设计就是安那，爱讲感恩的事。你讲感恩，我讲感恩，嘿，感谢主，咱都无遐歹，吼，原来都遐好。这种就是学习，这也是真正是安尼啦。咱若要好，咱要快乐吼，你若无感恩，你袂快乐啦。你若吐口水，你看要快乐起来，愈来愈艰苦吼。所以，这个朋友是足重要，甲，互咱的欢喜，大家真乐观，这个大家拢相像的看价值，还是非常好。第五，咱就爱知影讲，咱爱活到老，学到老啦。所以也毋通讲我这样咯。虽然教会即马有这个圣母学堂吼，是鼓舞咱大家社区足侪人爱出来学啦吼。迄出来对有帮助，我看因大家拢足快乐吼。我保证因吼有出来参加圣母学堂，因绝对会收，莫讲加10岁，加5岁是最起码，我是认为啦。嘿，伊若本来食90，一定食95的吼。迄就是伊的好处。我看因伫遐足快乐吼，就无共款吼。过来就是咱爱为着咱即马有的，我讲感恩。你定定为着你有一个家庭，为着你有佫会当做代志，为着你有即个朋友，你着爱定定感谢感谢你咱会当安尼做伙佚佗咱斗做伙服侍咱会当做伙聚会，咱来定感谢，你感谢，这就是这毋是应该有的啦。咱有即个代志，咱就足感谢就对了吼。上尾第7项就是讲吼。你若有人通甲你照顾，你着爱足感谢，这是上介大的幸福。若无人通照顾家己，照顾家己吼，你嘛是爱感谢吼，拢爱练习咱吼，是在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吼，感谢上帝吼，咱着爱定感谢上帝。安尼咱的生活就会快乐，咱的身躯就会勇健，咱的日子就会无共款，所以。我讲最后要甲恁讲，咱爱做一个属灵
山高的勇士是啥物？即马吼，咱毋是讲啊，我即马啊高岁数啦，我有高能力啦，我有高资产吼，啊，我着拢管甲钱，党拢掠条条，毋是啦。咱应该着要有高悬的岁数，咱着有悬的经验，咱有悬的稳定，哦，咱会当付出。咱看见即个加勒吼，伊讲吼，感谢上帝，啊，我甲摩西出去征战40岁，啊，即马搁我活，吼，讲使我存活的，讲互我搁活45岁啊！哦，我即马85岁，我嘛搁勇行，所以吼，我无论征战，无论出任吼，迄阵安怎，我即马嘛安怎，所以伊就要搁接受挑战，从迄个永外迄个山地，吼，西北人的山地，迄是亚特族的人伫迄个所在，迄是足歹。赢过的所在，但是吼，我愿意去。也我上帝来教我三个地地，一定会将这个所在教我。所以咱看起这个加勒，伊有长的岁数高寿啦，吼，因为妖化互伊，佫会当活来，吼。啥呢？因为伊敬畏妖化，敬畏妖化的人吼，妖化就互伊毋但有尊严，有好业。佮有生命，就是长岁寿啦，吼。因为伊毋是人拢干那好，伊接受上帝安排，伊愿意顺服，上帝伫伊个身躯顶来行大个代志，因为伊吼，迄个全心全意就是我靠上帝，吼。所以得到即个长岁寿福气，佮伊有真悬的经验，过去40岁时伫遐征战，即马到85岁，即嘛是抑佫。有精进，因为伊上帝互伊有经验，上帝互伊有气力，互伊到钱抑佫勇行，那较像摩西目睭抑佫无法精力无衰退，有悬的经历。第三就是有悬的稳定。加勒毋是我佫家己气力要去讲西北论，伊是谦卑讲，耶和华若教我三甲比地，我就会当甲即个亚勒族的人赶出去。吼，伊知爱需要上帝稳定。咱各位长辈吼，咱爱知影讲，稳定比温顺较好。温顺就是咱爱拼甲，吼，咱有温顺就爱服侍爱拼。但稳定就上帝手术的，咱是毋免用咱的温顺，但是咱得搁倚靠上帝稳定。所以咱才讲温上加温啦，吼，力上加力啦。毋是干那我系气力啦，搁有上帝的气力啦；毋是干那我系温顺，搁有上帝稳定啦。吼，使徒保罗就是安尼。我前讲过，保罗讲，我即马诚做什么顶好人，是望上帝有稳甲话啊！吼，因为伊手术我毋是空空我比正使徒搁较劳苦，这毋是我，这是上帝恩典，甲我三甲地地，这是保罗，保罗一生也是安尼。感谢上帝，咱伫台湾即马有一个牧师差不多人拢真钦佩就是灵牛全球许多网络的主席周信做牧师，即马已经81岁，81岁，也佫伫上帝教会，伫上帝国度足足活力因为上帝互伊嘛共款有属灵的三高啦，有高寿、高岁数，有高经历，佫有高稳定，真正有足侪稳定的，足侪稳定，伊去帮衬足侪牧师毋是咱台湾的牧师去帮衬迄个外国的牧师足侪所在，特别像讲阿富汗迄个所在，足艰苦的，然后迄牧师知影嘛是去帮衬，是安怎？伊都真有名望伊敢若一个生日的时阵，足侪人甲祝福伊讲你甲祝福这毋是我要用祝福我全部拢互人所以足侪人都伫伊生日的时阵互伊祝福祝福伊就去帮衬其他牧师，因为伊就有即个真大的稳定真大的稳定，所以伊还搁咧推荐讲即马伫上帝国度中间应该有即个属灵的三高的辅导的运动，表示咱的长辈咱拢是高岁数、高经历、高稳定，咱应该搁会当伫上帝教会、上帝国度
来为伊发光，咱也阁会当诚做上帝教会国度的活水甲助力。咱是活水，咱毋是死水；咱是助力，咱毋是助力。哦，伊咧讲的这足有意思，毋通变做死水，吼，拢无咧叮当，咱变做活水。咱毋通变做助力，吼，主动的助力，咱变做助力，吼。这就是咱所要学习的。求上帝帮助咱，互咱家己会当成做一个属灵三果的勇士，互咱会阁愈少年，互咱会阁愈勇敢，互咱会当甲咱的后一代相同行，去甲伊成全。咱会当看见上帝的教会、上帝的国度，因为咱来空阔。咱看见上帝伊美好的旨意，会当透过咱行伫地里，那像伫天里。咱三甲来祈祷。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今日会当伫即个上年主日学习，会当成做一个高水的老大人，一个通敬佩的老大人，搁较是一个快乐的老大人。上解要紧，阮会当学习家力，成做一个嘛高岁数、高经历、高恩典，会当成做上帝教会。上帝国度的活水，佮助力，望透过阮的家庭蒙福，阮所到的所在，也因为阮来蒙福，佮互阮的教会，上帝你的国度，因为阮来空阔。感谢你，学乐你，祝阮每一个长辈，到年老的时，也佮会兴旺伫你的殿中，食青水，食满满来荣耀你。感谢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请咱吟回应诗547首，求主带我甲你同行，请起立吟全首。即咱来祈祷，请咱为着身躯软弱的肢体吼，黄玉祥兄弟因的车祸伫海总到病房，咱也有个人伫即段期间有确诊的，求主来医治。兄弟，咱也有啥物款的软弱，主求讨。咱也为着咱家己祈祷，互咱会当成做一个真正可敬的老大人，快乐的老大人，佮会当高岁数、高经历、高稳定的老大人。咱也为着咱的国家的疫情祈祷，嘛为着3月26的选举祈祷，嘛为着咱教会70周年，伫即个拜六庆祝的感恩礼拜餐会来祈祷，为着青光教会开拓的时间来祈祷。兄弟，咱有啥物款祈祷，带到主的面前，
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啊三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阿罗你，互我会当伫你所定着的生的日子，我会当伫你的殿中与你敬拜，伫上你的主日主愿，感谢你，互我的长辈会当成做可敬的老大人，快乐的老大人，高会受，高经历，高恩典，通伫你的教会。伫你的国度来，互你使用，主啊，互因会当成做做人的祝福，求你施恩，求你赐福。主耶稣，阮感谢你，主，阮也要将阮的教会仰望你。70周年的感恩礼拜，求你带领一切顺遂应邀，也会当归乎你。阮开拓的工，求你也特别看顾，望这个工会当正来归荣光互你。主啊，阮的国家求你特别看顾，无论疫情，无论是选举，拢会平安。主耶稣，阮特别奉你的名，为着五众兄弟来祈祷，互伊的超手术一切拢会当恢复完全。主耶稣，伫疫情中间有较近的人，求你也特别看顾。愿仰望你，愿活过。亲身的祝福，亲身的帮助，主啊，感谢你，感谢你。亲爱的主耶稣，阮将阮的国家，将阮的社会，阮无论是疫情、选举，拢仰望你，求你保守一切平安。主啊，看顾你的教会70周年的感恩礼拜，一切拢会顺遂。阿门。主啊，阮的教会开拓，拢有你的恩典，得救人离你加天。主啊，所阮奉你的名，为着玉祥兄弟超手术，主啊，会当得到你的恩典，紧紧恢复。主啊，阮有软弱的肢体，阮有较近的兄弟姊妹，求你的医治也到伫因。主啊，所求你听阮的祈祷，求你赐福你的百姓，互阮嘛会当有长寿寿。阮一生的经历，阮一生所领受的恩赐恩典，拢会当互你用。求你也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伫你的百姓的身躯顶。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请坐。这时请执事来收奉献。这今日是上年主日，咱也有要特别为着上年事工奉献，咱会当利用内面的奉献地，多谢。请咱起立来敬奉献诗。主，阮感谢你，主啊，阮所有的一切拢是你所创造、你所想赐的。主啊，阮要感谢你，因为你互阮兄弟姊妹有得会在的能力。主啊，今仔日是上年的主日，嘛求主祝福所有一切上年的兄弟姊妹，互因有高岁数、高经历、加高的稳定。嘛祝福所有一切奉献的兄弟姊妹，祝福因30倍、60倍、100倍来得到主你的祝福。感谢你，嘛使用这个奉献，会当做圣工的路用，会当帮助搁较侪需要帮助的人，会当扩大你的国，来传你的福音。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请个刘文兄弟来吟祝福车恳399首，愿上主大仁爱。
人来，永念你心爱。主会听，每时刻，甲你应同在。愿主阳光遍照你，永主必关怀你。主相信保守你的知识，到永世来。上主我忍耐，永惦你心内。主会听，每时刻，甲你应同在。愿主阳光遍照你，永主必关怀你。主相信保守你的知识，到永世代。祝祷咱请牧师。让咱通平安去。愿主的疼痛时时甲恁相甲彼得，温上加温，力上加力，互恁有高血受、高能力、高稳定，通参与伫上帝圣国的工程。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甲恁正大家相甲彼得。对这事得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麦倒闭会。